大家好，我係阿 Lia。大家記唔記得喺上年2025年嘅10月，KK 園有630棟大樓都俾人炸毀，而喺630棟大樓嘅建築物裏面，仲發現一啲好似話係科技咩生物研究醫院喎，緬甸喎，醫院仲要喺 KK 園裏面。我估大家唔需要我講，大家都知道啦。法醫高大成就透露了非法器官的买卖黑幕，從腎臟到心臟等器官要價10萬到40萬美金，其中又以心臟最貴，如果全身都賣，更可以賣到2400萬。26歲白俄羅斯女 model 薇拉9月去到泰國曼谷應徵 model 工作，但係誤入人口販運陷阱，被送往緬甸仰光嘅詐騙園區，因為業績冇達標而被賣至器官販運集團遭到殺害，事件震驚國際。詐騙集團勒索家屬50萬美金，以交換薇拉嘅遺體。之後詐騙集團又話遺體已經火化，叫家屬贖翻骨灰。受害人係一位21歲嘅女大學生，佢父母以為個女俾人綁架嘅，最後發現原來呢單只係一宗虛擬綁架案。而家嘅詐騙集團已經唔係再玩電騙啊 AI 騙局咁簡單噶啦。以我揾翻嚟嘅資料所得，如果靚嘅女豬仔呢，第一時間俾佢哋裏面嘅人享用之外呢，跟住就逼良為娼啦。咁如果你又唔識呃人，又唔識電腦，個樣又唔夠靚，咦？但係年紀都唔係好大嘅啫。而家最新嘅產業就係呢一班女仔會變成人肉生仔機器，強行幫你打排卵針、安胎藥，喺違反人道立場同埋喺惡劣環境之下逼你受孕，強行生仔，有啲甚至乎幫你打針打到雙胞胎、3胞胎咁樣生嘅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生出嚟嘅 BB 係點樣用嘅呢？冇錯，我要用呢個字，因為呢一班詐騙集團基本上都係當呢班 BB 係商品嚟嘅，特別係移送咗過嚟泰國之後，我絕對冇誇張噶。今集就要同大家去了解呢一段新聞啦。跨國犯罪集團手法多變，令泰國陷入侵吞土地同資源嘅危機。警方喺近緬甸邊境嘅北壁府拘捕咗涉案村長同公職人員。證據顯示，中國人用地下代孕生仔，再假冒本地出世呃身份證，背後全由犯罪集團操控。警方發現近幾年期間，有唔少外籍嬰兒攞到泰國國籍文件。曼谷、清邁同北壁府暫時發現至少28宗偽造出生案，包括6對雙胞胎，仲有幾百單查緊，情況好嚴重。北壁案係1個月前發生，當日朝早，警方喺沙拉五里府再拘捕多1個疑犯，因為有證據顯示佢係受雇做緬甸籍細路嘅假爸爸。區長、村長同佢啲同黨涉嫌賄賂，仲指使現職同一啲前公務員濫用職權。而家警方喺15個目標人物入邊，淨係捉咗3個疑犯，幫10幾個外籍細路偽造泰國本地出生登記，最後成功攞到出生證明，變咗有泰國籍。集團買通龍浦老區嘅地方官員同村長，利用泰國政府原本用嚟照顧邊境弱勢無國籍學童嘅政策漏洞，將呢啲中國籍嬰兒或者非法入境嘅兒童登記成當地嘅無國籍學生，隨後再洗白成泰國籍。警方表示喺第3次擴大調查行動入面，最初發現有3個細路嘅戶籍資料有可疑，佢哋嘅地址全部都係郊區啲幽靈屋，即係啲廢屋。而追查之後發現，喺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間，一共有至少10個所謂係泰國國籍嘅細路喺北壁府龍埔縣戶政事務所報咗出世戶口。當時龍埔縣副縣長係呢班細路嘅出生登記受理人，而所有文件上面全部都係由接生婆幫手接生，唔係喺醫院出世嘅。但係經過調查發現，實際上呢班細路根本唔係喺泰國出世。警察仲發現被捕嘅村長係其中2個細路嘅出生證明人，仲將呢2個細路嘅戶籍地址轉咗去龍埔縣另外2間幽靈屋。
負責申報嘅監護人都已經俾人拉咗。呢個犯罪鏈嘅核心通常都係地下代孕出世嘅 BB， 或者係由中國、緬甸等地方非法帶入泰國嘅嬰兒。因為嬰兒係真係存在，所以好容易呃到人。集團會喺泰國本地收買一啲泰國男人同中國籍媽媽辦假結婚登記，或者直接認自己係個 BB 嘅生父。調查顯示，犯罪集團會以每張出生紙1萬至3萬泰銖嘅價錢賄賂泰國地方戶籍登記辦公室嘅公務員。而家包括清邁、曼谷郊區、呵叻府等地都有官員涉案。啲官員會喺系統入邊憑空捏造出生記錄，或者將 BB 虛假登記喺一啲已經拆咗嘅荒地幽靈屋地址。有咗住址證明之後，小朋友嘅戶籍資料會再被更改，不單止改名同姓，連出生日期、父母個名都會改。呢單案其中一名小朋友嘅媽媽就由緬甸籍改成中國籍。呢個犯罪產業係一條龍服務，由銷售、中介、現任同前任泰國公務員組成，仲同毒品集團同跨國詐騙集團有關聯。根據而家查到嘅情況，特別細緻咁睇，發現喺各個地方，包括北壁府嗰邊都有相關人員參與。咁啲人會去問邊啲地方或者邊啲公務員肯做呢？佢哋之間都有聯繫個網絡，好似我哋調查小組發現，仲有啲前公務員曾經喺某啲戶政事務所做過嘢。內政部副部長表示，政府而家好重視打擊戶籍登記方面嘅貪污行為，亦都提醒公務人員，而家如果有貪污行為，係有查核機制可以追查到。都要提醒相關嘅公務人員，無論你而家有冇做緊呢啲低層職位，定係以前做過，而家做緊，都要好認真咁同大家講，今次全部都有明確證據，而且每一個涉及假出世登記嘅人都可以查到出嚟。再一次強調，政府唔係同你講玩，今次真係好認真要處理呢件事。據報，幫外籍細路辦泰國產科手續，中介每單收約100萬泰銖。最新拘捕顯示，大部分係中國人，細路變成人肉工具，侵佔泰國土地同公民權，全部都冇泰國血統。最後要補充多一句，呢段新聞絕對唔係單一事件。呢班 BB 有咗身份就可以有泰國嘅土地權，有土地權就可以用低價去買土地，去買屋仔，甚至起地產。其實呢一啲完全冇底線、完全冇道德嘅賊人呢，已經唔可以用犯罪集團4個字去形容噶啦，簡直係垃圾啊！最恐怖嘅係呢班受害人背後就係一班魔鬼。當呢一班魔鬼有晒錢有地，連公民身份都洗白埋嘅時候，你估佢哋下一步想要啲咩呢？冇錯啦，梗係控制埋一個國家嘅政治控制權啦。想象一下未來嘅泰國，如果泰國嘅深層政府真面目係 KK 園嘅話，你以為香港可以獨善其身咩？香港咁近，使錢咁方便，根本就係佢哋完美嘅金庫同埋洗白中心啦。之前有好多大嘅詐騙集團爭住嚟香港上市開路，將啲污糟錢洗白。呢場火一早已經燒到埋身，你仲以為唔關香港事？咁樣你就實在太天真啦！如果大家對於泰國又或者世界性嘅專題有興趣嘅呢，快啲留言俾我，話俾我聽啦。咁雖然我唔係每個星期呢都出片，但係我覺得有一啲應該大家關注嘅事呢，我仍然都希望可以揾多啲資料同大家分享嘅。咁我哋今集講到咁多先啦，多謝大家係啊！如果未訂閱嘅呢，就快啲訂閱啦，俾埋個 like 支持下。好啦，拜拜。